现民族风华，一步一姿皆是青春模样。他们身着着的每一件盛装，都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。他们展现的每一个姿态，都彰显着自信与热爱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30位佳丽依次到台下稍作休息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我们的佳丽依次登台进行展示环节。好，请我们的佳丽依次退场。